翠仲可以點揀？如果你唔知道，可能你揀嘅翡翠唔一定適合你。除咗經常問你高矮肥瘦、性格風格以外，今日呢一條視頻偷偷話你知，俾你揀翡翠最好嘅方法。翡翠嘅顏色好多，當你唔知道揀咩嘅時候，中國嘅5元素一定可以令你豁然開朗。5元素對應嘅翡翠有乜嘢？木對應綠色或者青色，譬如大家講嘅帝王綠啦、洋綠啦，或者係果綠啦。火對應紅色、紫色，亦即係紅翡、紫羅蘭、春大彩，佢象徵住生機、健康。土黃色、棕色對應住黃翡、黃褐色嘅翡翠，象徵穩定財富。金對應嘅係白色、金色、銀色，翡翠裏面嘅白冰、冰種、玻璃種，象徵住純潔果斷。黑色、藍色、深啡色對應嘅係蜜翠、藍色翡翠，象徵智慧、冷靜。呢個大家一定記住，接落嚟就係重點。我哋點樣搭配更加適合自己？原則就係缺咩補乜嘢，弱乜嘢助乜嘢，過強則需要調和，但一定要遵循嘅係5元素相生去調配。好似火元素可以帶紅色或者綠色嘅翡翠，其中如果落到手啊，春大彩就最適合。等你戴上之後，你就會發現老祖宗嘅智慧就係滋養我哋中國人嘅。信而不迷，以己為先。如果覺得有幫助嘅，不妨點讚支持一下，關注錢錢買翡翠唔踩坑。